歡迎收睇國際評論。美國將10個懷疑係俄羅斯間諜嘅疑犯遞解出境，而俄羅斯就特赦4個囚犯，當中亦都係包括美國間諜㗎。今日我哋請嚟崔偉恒同我哋分析一下呢個事件㗎。歡迎你啊 Danny。你好。咁今次咧係冷戰以嚟美俄最大規模嘅間諜交換啦。而對上一次咧交換咧已經係1986年咁耐㗎啦。今次嘅事件同上次1986年嗰次意義上有啲咩唔同呢？我諗最大唔同就係1986年嘅時候咧，其實係有一個蘇聯嘅間諜住喺聯合國嘅，咁佢叫做丹尼洛夫啦，咁就俾人拉咗。咁蘇聯就好重視呢一個間諜，覺得嗰個戰略價值、情報嘅價值相當於高，因為潛伏喺呢個紐約聯合國嘅總部。咁最後蘇聯就喺度諗啦，究竟點樣可以揾翻丹尼洛夫翻回國咧？咁樣咁最後有一個記者就好唔好彩，咁就係駐莫斯科嘅一個記者叫丹爾洛夫啊，呢一個啊，咁呢一個丹爾洛夫咧就最後俾人拉咗，咁莫斯科當局咧就拉佢愛嚟咧交換呢一個駐聯合國嘅間諜。咁今次咧事隔咁多年之後咧，竟然再次喺冷戰之後有一個咁樣嘅活動啦。咁其實你睇到就話CIA 已經做咗好多年嘅嘢，咁其實佢哋喺官方或者半官方嘅媒體入邊講到咧，就話其實佢哋都跟咗差唔多10幾年㗎啦，有啲人。咁不過點解一路唔拉佢哋就係即係俗語所講放長線就釣大魚，因為最重要唔係拉到呢班人，反而係就話究竟呢一班人係潛伏咗美國咁耐，究竟同俄羅斯或者其他國家方面嗰個網絡係最重要。咁佢係希望睇下呢啲咁嘅 contact 係喺美國以外嘅。咁而家去到呢一刻，佢覺得重要嘅，咁大家即係水到溝成啦嗰個 deal。咁你話佢其實調查咧都調查咗好耐㗎，咁但係咧美國咧係由拉人去到放人咧，就只係用咗1-2個禮拜嘅時間啫。有冇啲咩特別嘅意義喺度咧？我諗最主要就係因為舊年秋天嘅時候咧，呢一個奧巴馬同梅德韋傑夫咧就簽署咗新一輪嘅裁軍呢一個裁軍條約，有關呢一個核武裁減。咁而呢一條條約咧喺過咗呢一年之後咧，就需要擺喺美國嘅參議院咧係獲得呢一個確認嘅。咁呢一個 ratification 咧係需要參議院嘅通過啦。如果喺今次嘅事件繼續炒作嘅話咧，對於參議院嚟講，可能有比較大嘅民眾嘅壓力咧，唔去通過。咁呢一個對於奧巴馬嚟講覺得，或者對於俄羅斯嚟講覺得都話，即係咁辛苦，行政機關傾咗，跟住俾立法機關否決咧，對於大家嚟講都唔係一件好事。咁所以大家都希望喺而家即係所謂金融風暴之後呢2年啦，即係集中喺一啲軟性嘅議題，就唔係一啲軍事上嘅議題咯。因為其實即係呢一啲互斬來使嘅即係嘅敵對行為，大家都唔想發生。咁所以大家不如交換咯咁樣。咁似乎都關乎於一啲內政同埋一啲外交嘅問題啦。咁但係咧又有外界人士質疑啊，咁俄羅斯今次嘅立場咧過分軟弱喎，即係咧咁快咧又肯放翻4個美國嘅囚犯咁樣，咁你又點睇咧？其實雙方面都覺得雙方面入邊有一啲內部嘅陣營入邊覺得係軟弱，譬如喬治布殊時代政府嘅助理國務卿，亦都話奧巴馬點解咁快要同人一個咁嘅交易，一個咁嘅 deal 咧？俄羅斯方面亦都有嘅，譬如有一啲人就認為另外有三個更加重要、戰略價值更高個地位更高嘅間諜，而家喺美方手上嘅都冇放到嘅，分別係艾姆斯、利普卡同聶森金啊。咁其中有2個係美國人嚟，係幫即係俄羅斯或者以前蘇聯啦，係攞一啲即係軍事嘅情報或者高端嘅軍事科技，但係都冇放到。咁反而放咗一啲即係而家俄羅斯報章形容係近乎白痴水平嘅間諜，咁可能就係指個蛇蠍美女間諜啦，呢個 Anna Chapman 啦。咁呢一個即係一啲嘅報道咧，來自莫斯科方面咧，就話因為 Anna Chapman 啦嘅爸爸咧就係喺情報對外情報局方面咧係高官，咁所以咁快咧就將佢嘅女作為一個籌碼，盡快等佢遣返回國。咁而 Anna Chapman 據講咧，佢嘅律師亦都講啦，其實佢翻到俄羅斯都唔會喺俄羅斯長久嘅，即係探完媽咪之後咧，就要翻倫敦佢嘅發跡地咁樣。咁所以可能背後，尤其喺俄羅斯呢類國家啦，可能真係高官背後喺度發功，令到佢嘅女早啲釋放，或者其他一啲可能相對情報價值或者對於國家嚟講冇咁重要嘅，快啲換，咁等翻佢哋換翻一個即係正常嘅生活咯。其實你睇啦，依家嘅美俄關係咧，其實係咪好咗好多咧？即係之前奧巴馬都同阿梅德韋傑夫去食漢堡包咁喎。我諗呢一個兩睇啦。唔好嘅
地方係有即係話唔好嘅日子啊。譬如奧巴馬啱上台嘅時候，其實係曾經推動過就話將呢一個反導彈防禦系統外國製導彈部署喺波蘭邊境，咁對住呢個俄羅斯咁。對於俄羅斯嚟講，覺得相當之唔俾面嘅。咁梅德韋傑夫上台之後，亦都有一連串嘅行動，譬如將一啲 F-16開始喺呢一個立陶宛三國啦，係同俄羅斯嘅邊境嘅巡邏。咁其實俄羅斯係覺得美國係唔友善嘅，呢個必然嘅。不過而家喺咁嘅情況之下，尤其咁嘅經濟環境啊，以至金融海嘯等等嘅原因之下咧，其實係需要同俄羅斯更好嘅合作㗎。咁我哋大家都可以關注下美俄關係嘅最新發展啦。今日唔該晒 Danny 同我哋嘅分析，國際評論睇到呢度。你先。